现代人食物件大多数拢是重口味的美食为主，长期落来，腰子的疾病嘛成为台湾人的国病。目前每700万人就会有315人有腰子的疾病，其中包括了有真侪急性腰子损伤的患者。经过医师研究统计了，这类人占加护病房中大约4.9%。临床上嘛发现，有5到15%洗肾的病人，伫咧出院了嘛是会恢复到唔免洗肾的状况。急性肾衰竭其实分有3个主要的原因哈。第一个是肾前性，那也就是说，常常我们见的就是肾脏的灌流量不够。那第二个原因，次要常见的是肾脏本身肾源性的问题。譬如说常见的我们是间质性肾炎，或者是一些中草药、中药，或者是我们有一些败血症所导致。那第3个少见一点点的原因就是肾脏尿路的阻塞。那这3种原因其实加总在一起，我们看到的经验是，那很多人不能恢复，很多是因为来的时候他要么共病很多，他年纪过大，或者是他累积的一些效果，就是加成这些的因素，每一项都有的时候，那他这个病人就很难从单一因素排解他的肾脏的问题，所以他的回转时间就会变得很慢很长，甚至是就没有机会。医师表示，根据美国 USRDS 的资料显示，所有洗肾的患者中，大约有5%的病人腰子功能会当恢复。而且恢复的时机通常伫咧洗肾了的2礼拜左右，但是要特别注意的是，如果若超过1档的黄金期，安尼要恢复的几率就会愈来愈小。是我们看到的这些有办法回转的，那要么就是在食欲上面，在精神上面，在肾脏的自己的摄取上面，其实有慢慢在增加。那一旦因素去除的时候，这些病人他其实就像我们骑脚踏车一样，辅助之后，其实这个病人就有机会自己慢慢的走向恢复的道路。那所以我们这中间其实要提醒患者其实避免一些不必要的伤害那这不要伤害就是说，当肾脏发生了急性肾损伤之后，其实它已经就归类在肾脏损伤之后所谓的慢性化的阶段。那这时候还是一样，我们传统肾脏的保健也就是说，我们血糖、血脂、血压的部分要控制。那我们第一盐的摄取那这些病人同时要自己观察每天的尿量。最后要提醒大家，若是曾经有过急性腰子损伤的患者，虽然好完，但是将来发生慢性腰子病的几率会相对比一般的人较悬，必须要常常来注意并定期接受检查。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